中间来锻炼啦。爱阮个阿爸百姓，阮感谢你个恩典。今日是你福我个代志做，真爱你个儿女们能创造一个看摸了爱你个心来到新个家来敬拜啦。阮主介绍你洁净阮每一位，也洁净会场。阮主你个恁亲自降临到阮个会场之中，亲自来教导阮。在阮无论讲解、听解，都当得主来教导，当得主你个祝福。主求你就锻炼伊个时间，也帮助能力个孩子能够从心里个领袖之中，把你个话语释放出来。阮只盼望愿主你个名的荣耀，阮就心满意足。求主垂听阮个祷告，奉主耶稣着圣名求，阿门。多谢大家请坐。几个去韶光的时候，去陪咱，所以去6日到最爱转来的时候，都养就发烧了。所以我直接就失声到至2日、3日嘅声恢复。感谢主嘅影响。等到这件事情，我就有思想，咱嘅生命由得咱嘅掌握。今日咱能够组织嘅组织到新嘅家来敬拜神，就是咱嘅福分。永有值得见证，就是咱嘅福分，咱会享受感谢甲赞美。咱有着生命，唔是必将嘅，咱活着唔是必将嘅，乃是新嘅影响。所以咱就直生去嘅对呢，好多人形容这个世界做呢个，伊拉苦海人生。来到这个世界，唔是要简单嘅，农家出事就靠，你睇靠啊，来到想着来艰苦哦你，转去唔就笑笑，但系转去你看有人笑无？爱生出病嘅人也是带着靠就转，我就觉得人生呢，咱每个人是有矛盾嘅人生，好矛盾，来也唔情愿。佢也唔情願，更多啲人生嘅路途子啊，當然是說明是艱難嘅嗬。活到這世界，你有錢嘅時候也頭大氣，無錢嘅人也頭大氣，做着嘅人做着較久也都頭大氣，耕着嘅人耕着凄慘也都頭大氣，缺乏個滿足，因為做嘢頭大氣無心無心就等同人是無盼望。所以當咱直接是做家長嘅今年考試嘅時候，農家考試畢業了，愛做咩？愛找咩嘅？找好嘅學校，多時啊找好嘅學校，得到好嘅教育，將來正也是夾擊嘅，真好。請咩人需要咩嘅？需要人扛，無人扛就掛落去，無是自己請咩拐杖，就塌掛。無只導行走嘅時候呢，又就跌落去。到這個世界，好多只係世界這條路，咱嘅做嘢走，做嘢走的開開心心，走的令咱充滿着喜樂，充滿着盼望，靠家己嘛？有可能無頭早就發嘅，有錢啊靠慘，無錢啊靠慘。身體健康也靠苦，身體生病也都通食，點點都食藥。所以有人就講，咱唔講了，你睇我食藥就高大毒藥，我講你就感謝先有藥好食。大家無想到一條啊，有藥好食就感謝先，佢做無藥好食就做無嚟咪，真世界呀！今日到人生路聽咱。幸福人做只人生只做只世界只路聽，走對咱條路係做嘢走，咱就吹個去北路嘅，吹好可靠嘅，對，而且袂着嘛。如果唔北路嘅，你吹唔北路走，就走彎彎路了。咱咧吹個就去北路之外，看就去小北，而且做在驚小，看就小北。有一次嘅時候，這個姐妹就帶他，哎呀。
有一名等佢来的时候，行者后摆就加一个人就惊。本来半暝三叫人做饭时候，唔相白，今日开始好人啊嘛，今日我无是差噶，我摆来打劫我，惊个。甚至甲大家做水正讲代些，金水主嘅卡中，所以咱做呢啊金水主，大家是要認識主真係金水嘅。你指嘅主是咩成樣嘅主？這主是人嘅主，唔是別人嘅，人嘅是可夠無比嘅。老囝也是行路時，我條朋友。所以老囝嘅時候，歡喜，該打招呼嘅時候，要嘅隻朋友就打，嘅下口嘅等，叫做等。我甲我爸做嚟啦，佢愛做來客，根本是以阿爸，以阿爸爸為用，以阿爸最骯髒嘅，知唔知？人愛行一條路，愛做你對主來行一條路，伊是人嘅主。人嘅主咩是人嘅主？大家會知認識嗬。人嘅主，人嘅心是陽光萬有，無所不力，慈愛公義聖潔，伊會做人無可能做嘅事，非常有在有框架嘅。所以就我加一個是人嘅阿爸父親，做在驚嘅時候，應該是會孤單嘅喎。人死路再無孤單了。因有阿爸爸，聽住爸爸陪當人，日聽做頭仔，伊行做頭仔嘅時候，所有一個方人咩？必為人承擔。伊行做頭仔嘅時候，要好像嘢去食咩？咱個嘢食咩？你把佢食咩？佢同佢嘢係點當咩？如果食咩係無有正態嘅時候，你佢做咩成樣？然後就裝嘅下面，係需要有正態，生病人需要有衛生，怪開人需要咩嘅？有怪獎，病啲過了創新無人需要嘅食，依靠伊來行。咱今日是新嘅人，伊愛上人，愛到咩程度？等睇到。新嘅話叫做啥？當人犯咗罪人嘅時候，如有人犯咗罪人嘅時候，基督嘅愛就為人就死，為咗救人，犧牲家嘅生命，來到這世界是33年，無一可過，ทั้ง日都是受苦嘅。你看聲聲，主就是個好過，因此無禁守之處。伊愛人，為了救贖人，今日咱是個大罪將經驗成為呢個新嘅義女，嘅幸福。為什麼我就解釋好唔配？也係主解釋，嗱主話你好唔知，少正冇事，咱來少嚟做呢？但是先解釋是少生，今日咱能夠成為義女嘅情，可說伊就是非常非常愛，甚至愛到換做12個鐘。開始老話嘅罪就死，世界佢哋個找無了。咱嘅天照阿爸父親對伊愛人，對伊有狂靈，有狂病，陽光萬有，當咱做空人無所嘅時候，伊可以幫助咱，伊常常到人嘅身邊安慰人、勉勵人。特別當我是碰到工人嘅時候，每次碰到苦人嘅時候，我就抓住新嘅恩賜，悄悄之下恩賜是第一個。伊嗱到以賽亞書41章10節，大家記得啊。當你我到碰人嘅，如果沒有成為你嘅力量，你如果信這個信，你有成為，因為信家己嘅那打，你不要害怕，因為我教你做這個。兩個人驚啊！孩子，我教你做這我講，好在時候先跟他做這，咱還是會驚嘅。咱個咱去碰犯人嘅時候，咱是好會驚，但係先就在能人定能隻，對住古真係打。
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个神，我伊是咱个我，毋是别人个我，咱个我。啊，咱个心就做呢，必定会属人，咱个心必定会保护人，咱个心必定会无离弃人，做土人之中绝对无离弃人。伊是咱个心，伊比咱个父母更加爱惜人。咱父母话就去行伫这结着啊，直接想起资料个哈，做阿妈个，阮早生个早会知就生个一个月插烧。好比生女啊，后悔，咱个心无后悔，伊是盼望咱做艰难之中，孩子来到我身边，我必学你当多，孩子来到我身边，我带你做这个道过，孩子你相信我，对三句在打，这是心个话，心是好心者，因为我必经过了。当咱做行抢无助的时候，哇！这句话来到这，好定宝贝，伊生将军啦，因为咱行骹就咩无力，无力就好，佢就要拔咯，拔就骹头有就叫流血，手啊就流血，就艰苦。伊生将军那骹，而是咱个骹能够站立得稳，做主嘅心头主嘅心心上，这个将军，这个心实在是。非常之好，伊将军哪有知道呢？我必帮助你。这心是无大计划，伊当帮助人，必定帮助人。这心经上帮助人的时候，咱嘛讲咩个？伊是无所不能，伊会做咱无可能做的事，因为使无变有个心。再一个次，咱去思想到心性嘅宽白、可高嘅能力，才能帮。好在时候，咱个能力做啲个，爱在环境，咱个在环境就惊吓就唔知得心个话，唔知得心个话，咱就能力个，咱就哀声痛气，是唔是流目汁啊？食无了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当咱碰到患难嘅时候，咱更加来到主嘅面头前，亲近嘅主，靠近嘅主，在着大家。好在咱嘅经历、见证，要到苦难嘅都系出嚟嘅。一无患难，咱传着主嘅出来；一无患难，咱传着新嘅信息；一无苦难，咱唔使得心是怎样可高嘅。所以，只个心是咱个心是帮助咱心，要咱随从伊嘅脚步去行，有无明白？绝对无问题，只爱你信，啥嘢个能打？只爱你信，信心咪祷告，是做你下個真係打，你打叫我聽，信心咪禱告是咩噶？是大有咩噶？大功效嘅是咩？信心嘅禱告是大有功效。只係你信的個信，你嘅祈禱你必然經歷到真正挑戰嘅能力。心永遠袂太痴嘅，是咱在驚嘅時候就假設只度日如年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這個心只要好了，而家咱係做嘅腳步，愛着大袂，絕對無着嚇。堅重嘅腳蹤，一做牛才可堅重先係腳蹤。啊，知唔知對字計唔對？係嗱，做牛才可堅重先嘅腳蹤，主耶穌家己。透過路嘅福音9章23節嘅，但係可清楚234嚇，你愛寫起聽背起呢12件嚟經常話，是主嘅話，主嘅話莫有一句不多靈力，主嘅話是信息可高，主嘅話是直接鐵路開隻，像時候就甲大家配啊，主嘅話就是鐵路開隻，咱是鐵路。開只佢係頂，佢係鐵路區佢係頂咩啊？佢只斜，你咪隨橫橫直直，你只係隨從主嘅話往，無論你做嘅指引，你去行，你係抄到你嘅終點，到你嘅目的地，你去安全嘅到達，你係目的地，滿你嘅心意。唔對住人，咱常常聽主嘅話，嚇，好似我都唔知主嘅旨意，
其實主嘅字創造一份聖潔嘅代，世界愛明白性嘅信仰，人嘅聖潔對主話為佢一定好食，因為做聖潔對聖靈簡單打，愛寫記，不過打就容易，愛做得較是工人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做學習嘅對，人嘅對付人最強，是唔是啊？最叻，愛對付家己，實在無能為力。我就家己真是學得好痛苦。當愛對付家己嘅時候，亦不是靠主無可能，只係自我就等於也臭病哦，野臭無根年生，唔明家嚟會對照幾條臭，馬上除咗佢個會發覺要成條臭出嚟。而家己吹上門嚟，只係我是正式人與對我，只係我是佢衝倒嘅時候，那就愛世界，那就無愛心，那個心作對。人若愛世界，愛別的心就不到他裏面了。人若愛世界裝，就愛惜肉體，愛惜肉體就怎樣？個心為敵為仇啊！所以咱是自我硬紅就脫掉，自我衝倒嘅時候愛世界。啲人無愛命，人無愛理，人無愛地。你做啲搞賣命賣理賣地，為㗎你可以舉手。我想明顯人一句話，他得咗一句，哇！表面上就我比較有，人外表上他有涵養嘅，表面你笑笑，內在心內在你升到哇，家就去你做正大，哇，家就去你抬唔起，好在係哇擺到你頭上。只係自我最累死，只係自我能夠人家先係繼續，只係自我叫人佢至少魔鬼所上嚟內外，你家就去欺負魔鬼來就是嚟挑發離間毀壞，使到你最後集體嚟對呢互相攻擊，一名出手嘅，你家己能拍家己，人就家己拍多了，好可憐。所以注重你一個很簡單，你愛人或者愛你噶家己嘅，人若我愛人或者愛家己嘅，人就成功。所以做愛人好像愛家己嘅，記得就寫，你寫就寫記嘅時候，你就會愛人就對應人能聽出來話了，人就聽到出來話嘅規則嚟對了啊。因人愛寫記嘅時候，人就安心，人就以主為中心。心是咱生命嘅對嘅主，嘅中心是咱生命嘅主，伊是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。一主就大家講我都會愛主。如果咩去遐去小光，叫我發燒，伊啊遐去加遐去法律界嘅加少生王來到咗就亮路上，伊就打一句話。即人好實在，呢度咁樣負責嘢，大家嘅慷慨嘅。那你唔講咩啊？對人對先我係謙卑，對人我唔會謙卑，好實在嘅。呢隻係教定啲，即係唔知道教律師嘅。然後對人哇，對先我就謙卑，對人我唔會謙卑，我就會隻句話。凡是咱每一屆的夢先應當做嘅人，也是有因素啊！學識啊，寫我到我們總是從心而來，的因做在。咱做主力一屆的因做嘅人，咱對心謙卑，即係合情合理啊！但即心嘅應當曉在大人心上，咱來幫助咱嘅驕傲，使我袂歡喜啊！咱做心裏面是得咱家己本身無滅嘅，咱做心裏面得着先曉大嘅影響，先做兩個人就影響，愛爭叫人爭自個做有先去來影響跳出來，去咱嘅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少付出艱苦苦，伊人必然就少啊，因為遐其真係艱苦啊，是咁樣就提出來，不怪是教定啲些工作，林公廟。打的個道理，好在少，人生好可憐。這個無因的
得主丰盛影响嘅人，各位基有因为自己了不起，可人是好贫穷嘅，人是到主里面先得着英台人，有咩值得人骄傲？我渐渐也是重复因我欢喜该人讲，生命到我咱嘅里头，无一个人睇着你家己生命个兴咩生命，是好可能人家己都唔值，有咩值得骄傲呢？最有只个走人，上光人生命嘅所在，就值得骄傲。任何人都是先用泥沙所做嚟嘅，家是蒙恩嘅罪人。所以感謝神嘅恩典，神叫佢愛寫記，咱寫記嘅時候，咱就以主為中心，聽主嘅以主為中心啊，聽主嘅話，隨着主嘅話去行，就是咱嘅成功。這神啊叫人去做，你家子六章八節，也大家好清楚嚇。又話我指示詩人啦，又話我指示你後想。太陽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良命，從謙卑的心，而你嘅上帝當家。人愛甲先做者家，跟隨主嘅家中，愛甲先做者家小，咱就聽主嘅話。咱有無公義，那是負己呢？先就希望人愛做行公義。好良命，其實咱好盡人，咱是家己好白人嘅，唔聽主嘅話，就苦來受嘅，這是做啥？咱無良命嘅心，即人得罪就結果，人得罪人過他唔記得，咱就生活來在路路練，我家就去你這啥？哇，我家就去兩隻細樣，如少如激死啊！你無良順人嘅時候，你淘汰了你家己。只要成熟達着你嘅心，你無好過快樂嘅生活，無聽主嘅話是好失敗嘅。如果咱從咗有一個良屬有基督嘅愛嘅時候，一帶到2日吼，也可能我做咧是無咩好0-5回，個心內對就平靜安穩，因為你有聽主嘅話，行到主嘅教導，你袂用嗰條回社出軌嘅，當回社是出軌嘅時候。唔聽主嘅話，就等於人會就出軌嘅時候，受傷是一樣善人，裏面是一樣善人，所以咱都活到這個世界之中，如果能夠有抓緊新嘅話去按照主嘅話教導去行嘅時候，咱活得好開心。這個是你小婦人嘅時候，等你夫妻人嘅時候，佢正喜樂啊，充滿咗你嘅心，擔把佢。親愛弟兄姊妹，謹記主嘅話語，主嘅話語，求主給人有力量，行出來，愛聽着，大家會讀。但我需要這個驚，人國知道你好清楚啊，唔是單聽到我驚走啊，愛知就唔係佢驚，咱就對唔住心，咱唔知嘅是看這件事，咱愛知唔係。佢驚咱就悔嘅心，所以當咱嘅人是這條路徑之中，有主嘅道面頭在指引啦，有主流落來卡中，咱按照一個卡中對，親近嘅主，你到患難之中，神必為你成就，佢去掉直接嘅工人。林公鳥到幾十年嘅生活去嘅段，係袂入嗱。我所經歷嘅苦難，是好像永不止息嘅，直播袂去，直播來。但我到此在，我覺得主啊，感謝你，感謝真，主你做你向說話。我是一個好脆弱嘅人，我媽媽但係當撐呢個埋頭鳥鳥袂信主嘅時候，撐呢個埋頭鳥鳥，好像世界嘅。末日病樣，袂正我生咧就想到自個魔誒，想到發生，個更難計啦，袂正末日都想到末日計啦，感謝神，當得着自個生命嘅主宰，慈愛嘅百姓，一時時刻刻都到我身邊，幫助我這脆弱，但我是好脆弱，
需要伊来帮助伊无死无疾，真是行到我头前。我对着伊卡中，但我深信，每一件事啉到我，一定有新的门道启动。这是做呢？如果咱无有苦人，咱传不着新的出来；如果咱无经历苦人，咱无可能传着新的也灵力。人爱听好嘅讲证，哇！如惊艳如好嘅讲证，好动听。当弱在嘅人，好经历最大艰苦，最大嘅患难，才传着新最大灵力。一无患难，所以传着新嘅灵力；一无患难，所以经历着新嘅出来。咱只有到经历新嘅恩典，经历新嘅灵力，经历着新嘅出来之后，才完全降服到主嘅面头前，刻骨铭心嘅经历新何等丰盛嘅恩典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有经历着艰苦不？有爱为你是享受感恩。唔是念讲了神希望，因为咱经历患难艰苦嘅时候，咱才认识咱家己。原来咱是要渺小，咱是不堪一击，咱需要嘅就需要有冇有能力、即成嘅能力、甲可求嘅能力嚟幫助，就是咱嘅心。咱如果有經歷按照生嘅，咱就穿着一個誠心敬畏心嚟先。這心嘅目的達到，耶穌你係能誠心敬畏呢？咱個誠心敬畏心來行，就會遵從主嘅家中，行到主嘅道之中，得到伊嘅幫助。大家我相信好歡喜聽鄧以理先啊嘅故事。你同佢鄧以理要經歷係是艱苦嘅，隔落細子產聽，佢死定啲話，鄧以始終堅持行到主嘅道中，唔係去拜偶像。但係主細子主用嘅手去壓住細子嘅口，但伊無有一點想風就起來，這見證好特別。伊三個朋友28年大，伊能是三。也是三當然呢是三個朋友，因為無愛拜伊個神拜也是偶像，無聽王嘅話，王來到叫做咩？你我仔只詞引導佢，你也是唔聽，要隔落7倍嘅，也7倍回路回轉，是個命，正正記載，伊破伊能，即係破人嘅隔落去啊！人人回正佢回路到去會消失佢，等於人三人夾落去嘅時候，王頭是你不夾你上頭，所以明明夾三人做變做四人，都會在驚，叫人出來，心定無了回方便，都苦人去嘅在推，都只咗整個事業喺度，能推着咩怎樣？只個心設嘅事，愛做人無可能做嘅事。只個心是冇有能力嘅心，只個心是最心的鬼嘅心。今日如果咱也是做苦人嘅時，咱愛讚美主，因為咱在是人正學，愛經歷心佢嘅能力，經歷着心佢嘅出來，有經歷過艱苦嘅，請你去歌手，經歷主嘅恩典，請你歌手，約咗人歌手感謝主，該做經歷。等你經歷到主嘅恩典，在咱嘅心性更加堅固，求神保守咱嘅心懷意念。大家記得念講了一句話嚇，幸福往往是做患難之後，幸福往往是做患難之後，患難則是做幸福之在。所以你到患難佢當嘅時候，哇！真係啊，我係的確了，愛開心愛愛。咱係經歷着新嘅保護，經歷着新嘅恩典了，愛開心愛愛。咱是冇有盼望嘅，伊上人，伊幫助人，
伊去让6人去胜过，毋是今生得着伊嘅祝福，将来咱可以带着。虽然咱是承受好在嘅伤风，但係将來咱去面見神嘅時候，神毋是按你嘅名利地位，並入門病帶住先跳起神，神嘅在你心中有着着為主受傷嘅傷風，成為你的心領受神祝福嘅證據，因為你靠主嘅影響勝過啦，好啦。因為你行到主嘅盔甲去來，跟從主嘅腳蹤，無到罪去來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咱有主，咱係感恩。所以最後嘅時候，好像甲大家有打過，東北二將嘅將城，你歡喜一個話，伊是本來是一個，伊咱就東北家己開也為義嘅。等我對方後就將也為木燒佢了，就去能力啊收到，到咗為義做成績工程。但伊嘅心靈佢係愛為挫敗考量啊！哇！我黃金加算，加啲你去外國，但我今日只係為義時我講，我真正成為一個為義成績工程，伊無這樣想，伊是要想嘅是咩個？感謝神，我。過去是到能力體上來做成績科的病講嘅工作，甚至我做手做成績來做環境衛生嘅成績。感謝主，佢話可以用有力量來做為義嘅成績，直到伊驕傲病重嘅時候，衛生單過唔到佢隻命，佢隻命就。未必過佢隻命，所以就交代護士。伊12點嘅時候，伊過唔12點，你在主也老二將12，伊隻護士着命當嘅，卡佢吃到12點咩就吃到啦，所以就去揾佢。然後我一做整歌聲，就佢執青起來，執青就隨着隻歌聲，直接行來到老二將隻病床隻咩？等嚟到老二將嘅病床嘅時候，老二將就摸着這護士長笑笑，我都解答答，你做你換心嘅人呐，我唔係主教答，我馬去6點鐘，聽晒一節話等，自家也去護士長無面當心還是摸摸，伊到個小虎嘅心靈嘅好在呢，到呢佢二將從來無打機會，家姐講了就走噶，差唔多5點外嘅時候，有時候佢歌聲非常好聽，又雜聽着，又隨着歌聲來到二將嘅病床上，二將在打，講了你這來眼嘛，你睇，聽晒一句話轉來，拜拜，如果拜拜落嘅啱啱時正。6點鐘，這個護士窗嘅人就係咪驚起到車多用？都本來嘢離開世界去咩唔叫衛生嚟接救啊！嚇，伊無係咪全係那個惡將車多用？歌聲從人二將嘅病床慢上停到出去。到二節嘅時候，伊能去講兄弟啊，嘅情啊做咩？即你讚咩為義嘅事，做咩大責乜良化嘅？做咩歌聲背試過，天光早樣好聽嘅歌聲，佢嘅歌聲並不是做責乜，先才將聽晒嚟接啊，老二將會聽嘅，伊那個地方無能嘅重複音。全部被當作先做，即係跳到香港即係姐妹，也即到東北來做隻講情話聽，真能真實佢成個我但我係成績唔見得佢咯，親愛弟兄姊妹，隨從主嘅腳蹤，聽主嘅話，唔能最終做得到嘅，又是祝福。
所以你同伊等于你三朋友，佢个惊失去生命，所以哦，互伊夹落听我个话，王姐夹落去我甲要小姐，只个为着做正当个听主个话，则是活出伊个生命。原先本人买去台环境，定定到咱个心上，而且定定到主个卡印，咱随从伊个带领，咱个角色是无限个的确，愿主祝福伊家己话嘅。